大家好，我係添神。今次呢條片呢出得有啲急，呢條片係想同大家講下最近竹園北村一家8口野豬事件嘅。而呢條片我會放喺吹水篇入邊。如果睇開我開箱嘅朋友呢，可以留意翻我嘅開箱片。如果你有興趣嘅，都可以睇下呢條片嘅。多謝大家。喺2026年3月17號早上10點，有一家8口2大6小嘅野豬喺竹園北村出現，喺唔同嘅花叢覓食，引嚟唔少市民嘅圍觀。期間野豬係冇攻擊任何人，亦都冇對任何人作出攻擊嘅意圖，只係默默咁喺度食草同泥。之後有市民報案，警察同漁護署人員相繼到場，漁護署人員用麵包作誘餌，並且用麻醉槍射擊野豬。最後8隻野豬呢，全部被人道毀滅處理。唔知大家睇到呢單新聞嘅時候有咩感覺呢？點解呢8隻野豬喺冇攻擊人嘅情況下，最後都係迎嚟被殺嘅結局嘅呢？香港嘅野豬政策有冇改善空間？我哋可以一齊嚟探討下呢件事。野豬係香港本地原生野生動物，香港係佢哋嘅出生地，大自然係佢哋嘅家。佢可能比你嘅祖宗或者祖祖宗都仲要早生活喺香港，係不折不扣嘅香港原居民。成年野豬呢，體重可以有200公斤，體長超過2米。佢哋分佈廣泛，全香港都有佢哋嘅足跡，但係呢，就以新界為主。之所以分佈廣泛，係因為佢哋嘅適應力非常強，可以喺唔同嘅環境生活，例如林地、草原同濕地。野豬係雜食性嘅動物，但係超過90%都係食植物嘅。佢哋會用個鼻去翻泥土，揾植物嘅根莖或者蚯蚓昆蟲嚟食。因為佢哋呢個翻泥嘅動作呢，可以促進種子嘅發芽，控制灌林嘅密度，維持樹木嘅結構同生物多樣性，被譽為生態工程師。一般嚟講，野豬係神隱族嚟嘅，你唔會咁易見到佢，因為佢哋嘅習慣係避開人類，亦唔會主動攻擊人，除非呢係帶有小豬嘅母豬，或者係受到挑釁或者驚嚇，先會做出攻擊性嘅行為嘅啫。但係隨住社會嘅土地變遷，加上有人以餵飼野豬為樂，野豬嘅習性呢先至會出現變化嘅。所以近幾年我哋會睇到好多有關野豬喺城市出現嘅新聞。呢度可能有人會好奇，既然野豬歷史咁悠久，咁有冇法例可以保護佢哋呢？答案係冇嘅，因為野豬並唔似雀鳥同馬騮咁樣係受法律保護嘅野生動物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入邊呢，只係禁止無牌狩獵野豬嘅啫。喺1960年代呢，野豬曾經因為城市嘅擴張同被大量捕殺呢而瀕臨絕種嘅。到咗2017年，漁護署呢就採用捕捉、絕育、避孕、放回嘅溫和方式去控制野豬數量，但係咧就俾人認為控制速度趕唔上佢哋繁殖嘅速度。咁再到2021年，因為野豬頻繁出沒喺市區啦，同發生唔少嘅襲擊個案，漁護署之後就以即捕即殺嘅方針去處理野豬啦。呢種方針到依家2026年仍然都係生效嘅。咁喺2021年到2024年期間呢，已經有2347隻野豬係被人道毀滅。單2026年頭3個月就有143隻野豬係被人道處理嘅。現時香港嘅野豬數量估計已經少於1000隻。呢啲數字其實已經反映咗野豬數量已經被有效控制同埋改善。如果再繼續殺落去，會唔會已經偏離咗科學化族群控制嘅原意，並且重蹈1960年野豬可能絕種嘅覆轍呢？其實喺漁護署嘅角度，點解會繼續採用呢種即捕即殺嘅方針呢？係因為佢哋認為呢個係最有效控制野豬數量嘅方法。呢個我其實係非常認同嘅。另外就係野豬喺市區活動呢，係會對市民造成安全嘅問題，呢個我都認同。另外每年亦都收錄到大量嘅野豬投訴，咁呢個我都係覺得係事實嚟嘅。但係就如我之前所講，依家野豬數目已經去到唔夠1000隻，既然控制數量嘅目的已經達成咗，係咪可以開始諗下點樣優化政策，以配合已經轉變咗嘅環境呢？而就呢次竹園村嘅野豬事件入邊，野豬係冇攻擊任何人，係咪一定要置佢哋於死地呢？而野豬 BB 仲未成年，係咪可以考慮彈性處理呢？會唔會係可以考慮一啲比較人道嘅處理方式呢？其實要更深入去探討嘅話，你會知道野豬非必要都唔會走入去人類嘅地盤。佢哋之所以會冒險，係因為佢哋真係好肚餓。如果佢哋再搵唔到嘢食嘅話，係真係會餓死㗎。特別係當你仲有6隻小朋友要照顧嘅野豬爸爸媽媽嘅時候，其實講到呢度呢，我都真係有啲心酸。近呢幾年香港大興土木，不斷咁起樓，例如比較代表性嘅北部都會區呢啲大型建設項目呢，係需要平整大面積嘅土地嘅。咁野豬嘅棲息地亦都係不斷縮小，好多野豬都會無家可歸。而當漁護署停止咗幫野豬絕育之後呢，自然繁殖就一定會增加㗎啦。咁當土地不斷減少，而野豬數目不斷增加嘅情況下，就會變成依家呢個局面。其實香港嘅野豬真係好慘，除咗起樓，有好多人都中意餵雀、餵馬騮、
同餵野豬，但係你要記住，野豬係唔受保護嘅野生動物，佢唔似雀同馬騮咁樣，當佢哋嘅數量太多呢，就會被控制。所以大家唔好再一時之快，以為係幫咗佢一日3餐，但係其實咁樣係會令佢對你嘅食物作出依賴，失去咗覓食嘅本能，喺市區徘徊。而當佢喺市區徘徊，就可能會受驚嚇而襲擊人類，之後俾人舉報，再捉去人道毀滅。呢個都係為野豬產生嘅連鎖反應嘅不良循環。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唔好干擾佢哋，唔好餵佢哋。野豬一向都係天生天養噶啦。起樓同餵野豬就係呢件事件嘅核心所在。當香港寸金尺土，起樓呢係大勢所趨，在所難免嘅。但係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去幫到呢啲幸存嘅野豬。例如第一步，我哋可以唔再餵佢哋，呢個係你同我都可以做到嘅。而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與時並進嘅社會，政策都應該因應環境嘅改變而作出相應嘅調整。例如我哋可以參考新加坡咁，喺高速公路設置一啲野生動物通道，用圍欄去阻擋野豬進入某啲區域，亦都可以建立一定嘅邊界俾佢哋。最後可以考慮優化同恢復絕育放生計劃，令人類可以同呢個香港原居民和平共處。問題嘅根源唔係野豬太多，而係人類留俾佢哋嘅空間太少。你想生活喺一個只有人類嘅城市啊，定係一個同大自然共存嘅城市呢？你支持殺豬令啊，定係絕育放回呢？或者其他方法？留言話俾我知。